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新手健身應該注意啲乜嘢啦。咁首先講解下我自己嘅狀況先啦。我係健身2年都冇嘅，年幾嘅啫。咁我嘅健身呢，就比較追求健康方面嘅，即係唔係追好靚嘅線條啊，或者追重量啊咁樣嘅。所以我自己都係零藥嘅使用者嚟嘅，即係連最基本嘅肌酸啊、蛋白粉啊嗰啲都唔會食嘅。咁作為新手，其實我一開始嘅時候都係會比較執着於追重量啦，即係推越大越好啦。咁但係自己慢慢經過咗一段時間呢，就睇下人哋啲片啊、人哋啲講解啊咁樣，根據翻自己嘅身體嚟做翻啲調整。作為新手嘅話，就最緊要一開始就先做啱個動作先咯，即係發啱力。發啱力咧係好重要嘅，因為有時候如果你發錯力嘅話，用咗其他地方嘅代償，唔係話唔好嘅，但係有時候代償嘅話會令到你其他位置受傷咁樣咯。特別係喺舉極限重量嘅時候，我哋好容易會用成個身體或者用腰嚟代償，夾硬推嗰個重量推上去嘅，咁樣咧就好容易令到身體受傷嘅。二嚟亦都好容易令到身體腰啊某一啲部位會勞損，畢竟健身係一個長期嘅項目嚟嘅，所以做啱個姿勢、發啱個力係新手需要去注重嘅嘢嚟嘅。咁但係好多時新手嘅話就會做下就會忘記咗噶啦。同埋因為我呢啲我係冇跟過教練嘅，我一開始跟朋友去學啊，跟住自己上網睇啊咁樣，就更加容易錯嘅。啲發力，咁如果你有資源有錢嘅話呢，你開頭跟一跟教練佢帶下你啲動作呢，就易上手好多嘅。咁同埋如果做到力竭嘅時候，舉唔到上去嘅時候呢，就唔好揀舉，你寧願 hold 住喺嗰個位置，保持，即係令到肌肉盡量力竭，都唔好夾硬推上去，因為有時候你嗰一下夾硬呢，就真係好容易令到受傷嘅。咁如果有朋友傍住嘅話，咁就梗係最好啦。冇嘅話呢，就真係唔好夾硬去完成最尾一下嗰個動作。同埋健身嘅動作依家有好多嘅，咁就你要根據翻自己嘅身體骨骼嚟衡量翻邊啲動作適合你，邊啲動作唔適合你。因為人體骨骼呢，大部分都係相同嘅，咁但係每個人總會有啲少少骨骼嘅高低啊咁樣，就會令到某一啲動作會自己唔適合做，或者做嘅話就好難做，同埋好容易喺其他位置嗰度代償。因為有時候你啲關節位呢，唔係每個人嘅關節都可以好開啊，好成日，所以做一啲適合自己做嘅動作咯。咁同埋健身呢係一樣恒常持續嘅嘢嚟嘅。需要理解一點嘅就係，如果唔係恒常持續嘅話呢，當你停咗一段時間，或者你練到某一個時間段之後唔練嘅話呢，咁你嘅肌肉啊各方面亦都會退縮翻嘅。所以健身呢樣嘢呢係要持久恒常嘅。咁當然因為有一啲不可抗力嘅因素而冇辦法繼續，咁嗰啲就冇計啦。咁如果想開始健身嘅話，我建議要有一種係持久恒常嘅狀態。即係健身唔係你練咗肌肉，你練咗線條出嚟之後，你就可以唔使練噶啦，唔係咁樣嘅嘢嚟嘅。你練咗出嚟之後，你就要 keep 住保持呢個肌肉量、呢個線條、呢個體脂率各方面嘅嘢嘅。如果唔去維持嘅話，就會打回翻原形噶啦。所以根據自己需求，根據自己身體狀況嚟適量咁健身咯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得閒吹水。